題目咧就係2019年 DSE 嘅第5題題目啊，呢條係一條 MI 嘅問題。好，先睇下 A part 啦，佢咧需要用 MI 去證呢一條等式。咁啊，首先將啲標準最初頭要寫嘅嘢寫晒先啦。好，一開波，首先係叻咗符號先啦。咁啊，照抄嘅啫。好，叻完咧就準備咧就係做 n 等於1嘅狀況啦。嗱，呢條咧就係比較麻煩啲嘅題目嚟嘅，因為咧如果你留意下條題目咧，下邊呢度咧係由 n 咧去到2n嘅，咁所以應該係暫時咧，如果係關於 MI 嘅題目咧，個處理上係最麻煩嘅題目嚟嘅。咁啊，無論做 m+1 嘅時候又好，又或者咧走去做 n 等於1嘅時候都好咧，都可能會有啲麻煩嘅。好啦，咁我哋開始嚟啦。Left hand side。嗱，你留意下喎，如果左方嘅時候 n 係1咧，呢度係1，咁上邊咧係2乘1去到2，所以咧唔係得一行數噶。如果係 n 等於1嘅時候，個左方咧係會有2行數嘅，所以咧你需要代1落去啦，亦都要代埋2落去嘅。咁呢個當然撳機可以出到個數值啦，就係2/3啦。好，咁個 right hand side 就好啲嘅，右邊，因為右邊就淨係呢嚿 formula 嘅啫，咁啊直接代落去就得啦。咁啊代個1落去，1加1喺上邊啦，下邊係1，2乘1就加1。好，右撳下機咧，都應該係2/3嚟嘅。咁所以咧，左右計出嚟嘅數值一樣，所以可以話咗個 P1 is true 先啦嚇。好啦，搞掂，又係唔理3七1都可以寫咗攞分嘅步驟，就係假設 M 嗰隻啱先啦。好，照抄條式咯喎 ，summation。咁咧，你個 K 咧就由 M 開始啦，去到2M 啦嚇。咁咧個 function 係 K 加1/1，咁隔離咧就係 M 嚟㗎啦。咁當然你有個 M 喺度咧，就要話俾人聽個 M 咧應該係一個正整數嚟嘅。好啦，準備做重點嘅地方啦。重點嘅地方就梗係做 M+1啦嚇。咁考慮下 n 等於 M+1，咁啊左方抄低先啦。好，你個 left hand side 嗰個 summation 咧，下邊就由 M+1起手啦。咁上邊就要2乘括住 M+1嘅咯喎。咁應該係心算，你都睇到應該係2M+2嚟㗎。好啦，咁就同大家分析下先啦。嗱，如果頭先個 assumption 咧係數緊由 M 咧去到2M 嘅，所以咧你呢串嘢係應該係第 M 嚿加 M+1嚿，再加 M+2嚿，一路加到 2M 嗰嚿嘅。好啦，但係而家做緊呢串咧，將會由 M+1去到2M+2嘅。所以第一嚿咧就係 M+1啦，再加 M+2啦，咁一路加點啦嚇，加到最後嗰嚿咧就應該係 2M+2，褪前一嚿咧就 2M+1，再褪多前一嚿咧就係 2M。好啦，我哋比較下咧，而家咧呢兩串嘢究竟係多咗啲乜，少咗啲乜啊？大家相差啲乜啦嚇？嗱，你睇得到咧，assumption嗰度係有 M 嗰嚿嘅，咁但係咧而家做 M+1嗰嚿冇啦，但係 M+1嗰嚿咧又多咗後邊呢兩嚿嘅，咁所以一睇嚟一陣咧要處理呢3嚿嘢，有嘢計多，有嘢計少啦。好，咁我哋繼續去咯喎，咁我就用咗 assumption 擺落去。M+1啦 ，M 啦，2M+1啦嚇。好啦，咁咧應該而家係冇
M 呢嚿嘅，咁所以係多咗，所以我哋會減翻佢先，減翻第 M 項。咁但係另外呢兩嚿咧就冇嘅，所以要加翻落去啦。好，加翻咧一個 2M 加一嚟嘅，所以就應該係 2M 加一，再嚟咧就2乘 M 2M 加一加一係 M 加一再加一。好，後邊嗰嚿咧就應該係 2M 加二。再嚟 2M 加二加一，好啦，咁我放大啲，淨係睇下邊啲忽咯喎。嗱，而家最後咧得翻4個份數，有加有減啦嚇。咁當然你最後做出嚟嘅嘢，右邊都應該係1個份數嘅啫。咁即係話通分母呢樣嘢係避唔到噶啦。咁眼前你望下咧，前邊嗰兩嚿咧，啲分母都有啲似樣嘅，即係個 M 啦。後邊嗰兩嚿咧，其實你望下咧，應該大家都有個 2M 加2係啦，你見咧呢個 2M 加1加1，呢個 2M 加2，咁即係 2M 加2啦。咁所以有類近嘅，咁所以不如前面兩個加埋，後邊兩個加埋啦嚇。先嚟前面兩個加埋，通分母嗱攞咗個 M 啊，兩個都有嘅 2M 加1，跟住 M 加1。好啦，前邊嗰個本來個分子有 M 加1嘅，而家個分母多咗。M 加1咁啊，俾翻過佢啦嚇。好，後邊得個1字嘅啫，而家多咗係 2M 加1。好，括住佢先。好啦，繼續後邊嗰個通分母。嗱，後邊啲分母咧有 2M 加1，中間嗰個係 2M 加2，仲有咧就 2M 加3。只要分子咧，因為兩個都係1嚟嘅，咁啊比較容易配翻大啦。前面就整翻個 2M 加3喺分子，後邊整翻個 2M 加1喺分子。好，通完分母，好，繼續做加減數。好，呢個分母抄先。好，呢個爆開就應該係 M 兩次加 2M 加1啦。後邊要減 2M 減1，咦？你望下而家個分子應該減咧，得翻 M 兩次嘅啫。好，一陣下一行再處理。咁呢個簡單啲啊，應該係4個 M 加4啦嚇。好啦，如果你眼快咧，你會留意到咧，其實呢個 2M 加2可以抽個2出嚟嘅。咁咧呢個 M 加1咧就同前面一樣咯喎，又有啲分母有一樣嘅相同嘅嘢喺度啦。其實唔止添，呢個 2M 加2M 加1咧都係兩個都有。咁所以一陣通分母又可以簡單啲啊，有嘢相同嘅。好，不過做埋啲加減數約數先。好，前面呢個咧其實頭先話應該得翻呢個啊嘛。咁下邊有個 M， 咁所以約咗上面有個 M， 呢 2M 加1。呢個 M 加1啦嚇，好，繼續加。咁後面咧呢個叫 2M 加1啦，跟住有個 M 加1啦，跟住有個 2M 加3啦。咁至於分母中間嗰個2字咧，就同上邊嗰啲4約咗啦。上邊啲4約咗之後，應該仲有個 2M 加2喺度嘅。嗱，其實如果你眼快 2M 加2抽個2咧，都有 M 加1。咦，咁咪約得呢個分母咯。喂，唔好約啦，一陣通分母前面都有個 M 加1，你約鬼咗又要再整翻嚿喺度啦，所以唔好喐佢，繼續落，即刻通分母。好，攞晒3個括號 M 加1，再嚟咧就係 2M 加3。好啦，前邊個分子係 M， 咁佢就爭個 2M 加3嘅，俾夠佢。咁後邊唔使啦。後邊咧就即係 2M 就加2嘅啫。好，上邊個分子做埋加減數，可能就差唔多啦。寫好啲條分線先啦。好，升高啲，寫條分線。好，3個括號 2M 加1 M 加1，同埋最後嗰個 2M 就加3。好，呢度爆開係 2M 兩次加 3M 就加 2M 加2。做下加減數係 2M 兩次就加5M 就加2。
好，下邊都係嗰3個括號啦嚇。好，攞個程式一出嚟撳下機咧，上邊嗰個二次嘅函數就應該可以變到2個括號嘅，就係2m+1同埋m+2。下邊咧就2m+1，咦，上下都有喎，m+1，仲有個2m+3。好啦，完啦，你可以約埋個2m+1咧，就係m+2喺上邊，下邊有m+1同埋2m+3，咁呢個應該就係個 right hand side 嚟㗎啦。所以咧 m+1嗰陣係啱嘅。好，最後又係標準抄翻嗰句英文字啦，擺呢個 mathematical induction。好，跟住咧就 Pn is true for all positive 嘅 integer。有 S 嘅 n， 好啦，搞掂。